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午早，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读上帝话，早起咱要来请秀玲执事，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阮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搁赏赐一天的气来活命，赏赐你的正囝儿，自即个线上来做伙读经，做伙祈祷，阮满心感恩。阮知上帝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来的咸较来，会当插入甚至破开人的灵甲魂、关节甲骨髓，阁会当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阮就好大无惊吓来领受主的教示，做阮伫教会生活中，无论是提防别个教义、处事待人，为主做见证。诚侪基督的精兵，等等才会阮所需要的操练甲目标，阮会尽力打拼，通互上帝看做苦楚无见效的工人。阮要为阮以前无认捌你的时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有得罪你的所在，求主来赦免阮的罪。即时，阮要将以下时间交予陈牧师，伊是你所喜爱、忠心。嘛会牵得教示兄弟姊妹的好牧者，感谢主美好的旨意甲差派，阮安尼的认罪悔改、宣告甲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多谢秀玲执事的祈祷。咱煞接要来读今日圣经集是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对14节到26节，要来请顺进长老带咱大家来读。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你着提醒大家伫主的面前命令因，毋通为着言辞争辩，安尼做无利益，会互听的人受伤害。着真来做，通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说真理的道。着闪避粗俗无路用的话，因为这款代志会互人哪无敬虔。这款的话，会亲像毒疮探开，苏米莱甲菲利图嘛是这款，因已经离开真理，讲国外的事已经过去，直到一寡人的信仰完全倒坏。上帝对其坚固袂摇动，顶面有刻字讲：主捌属伊的人，佮讲求叫主的名的人，拢着离开不义。伫大经厝内，毋若有金甲文，嘛有茶甲肥的器躯，有诶做油的，有诶做粗的路用。人若洁净家己，离开这粗俗的事，就会成做贵气的器躯，圣化互主人用，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着闪避少年人的情欲，着甲遐个用清气的心。求叫主的人做伙追求公义、信仰、仁爱甲和平，毋通有愚妄无知的辩论。你知这个代志会引起冤家，主的仆人无应该冤家，着温和对待众人，熬教示、熬忍受，温柔劝解反对者。检采上帝话，互因悔改，捌真理。安尼，因虽然已经互魔鬼掠去顺探伊的意思，嘛还会醒悟来脱离伊的罗网。以上。好，感谢。咱伫即个后书，咱有看到对第1章。看到保罗提醒提摩太爱将伊的文字亲像火搁点倒起来，然后嘛爱为着福音当受苦难。
然后嘛要靠信心来守牢迄个好的道理，包括上帝话、上帝信心，加上保罗所交托提摩太即个好的道理，然后嘛讲到遮伊受掠时阵，遮亚细亚的信徒拢去杀伊，只有俄尼瑟弗即个人来敲催保罗。昨的第二章嘛，看到保罗继续提醒提摩太，爱伫基督恩典刚强，就是爱将即个恩典领受以后，爱交托互遐个忠心，佫会当教导别人的人。煞者讲，着爱做基督的精兵，亲像军人，亲像运动员，亲像做事人，拢爱遮尔认真的态度来跑走拍拼。也爱会纪念孝念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互世人各外的福音，也是无受捆绑的福音，嘛是永远荣耀的福音，会当互人得到救。所以，当个根据你伫真侪见证人面前，就听对我听到遮个教示，就交托互遐个忠实嘛会牵得教示别人的人。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领受的恩典，嘛当交托，嘛互咱知影交托互遮个忠心，会当会堪得教示别人的人。提摩太后书是一本真正的加压的批信，也是保罗的遗书，也是对基督徒教导所有安怎真正的教战守则。不管是肉体真正、情欲的真正，还是属灵的真正，特别迄当时罗马。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是罗马帝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所有人的欲望上界大的所在，也是迄个权力上界悬的所在。总是保罗受掠来到遮，伊要安怎样伫即个所在，伫即个环境为主来做见证。相信伊写即个提摩太后书，是一个上帝予伊的大快乐咯。通过上帝家己的话，来赢过遮个世界一切繁华甲浮云。总是咱嘛看到保罗伊所面对的挑战，嘛是咱今日世代会拄着，所以咱也会当来操练。比如讲保罗伊所拄着，人受到人的误会，受到人的即个排斥，等大家看到伊去政府抓去，去控告。用关的时阵，纷纷都离他而去。那咱可能袂拄到这种的代志，但是咱若有时阵去互亲情朋友误会的时阵，咱会安怎样来回应，安怎样来处理？咱对提摩太后书来看保罗伊安怎来面对这个事，甚至有其他的宗教，毋是基督教，也是其他的这个异端来误解圣经，将圣经的真理扭曲。误解时，咱要安怎样来回应？是拢无回应，还是要甲伊出来相争，还是要来处理甲伊大细声？咱嘛当看保罗伊安怎样来做，甚至受到即个国家政府的即个迫害，对教会来判罪名，冠上罪名的时阵，咱要安怎样来面对呢？保罗伊提摩太后书。相信伊就是拄着遮个代志，遮个掠去关。但是保罗伊是写一个陈情信，还是抗议信，还是一个答辩信，还是伊是写一个提摩太后书这个教牧书信。咱嘛会当来对这个内底来找来学习。这个国家的这个这个政治迫害咱嘛会当伫台湾嘛这种的类似的经验是伫这个。1959年，长老教会来发一个行政诉讼，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因为迄当时1945年这个中华民国伫大陆就来推动这个国语推行委员会，就是爱讲北京语，这个北京语呢，一直推行到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对南京刷到来这个台北的时阵呢，这个国语推行委员会原来继续在运作，就将这个台湾，因为台湾原来足侪方言这个方言包括闽南语客家话原住民的话，所以伊就来到1945年到1955年
10年以后，伫台湾甚至用更较强烈手段，就是禁止来讲方言，只会当讲国语就是讲北京语，袂当讲其他的方言、地方的语言。所以伫1954年，台湾的新政府就下令取缔教会对儿童教导罗马字的拼音讲这是咧教导方言，所以长老教会就拍官司但是呢，经过几年1959年的12月17号驳回，咱看到这个细字抓到这个迄当时的公文函也当找到这个资料，讲罗马拼音圣经有违政府规定，伊讲外国某通讯社就是美联社伊些引起误会讲政府在没收圣经伊咧讲无中华民国政府极尊重宗教自由，宗教书籍包括圣经也在台湾地区自由流传但是呢，伊这讲国语政府推定的国语注音符号只能够用正体国字对照排列，才会当来印这个物件就是讲只可以印国语的圣经，袂使有这个其他语言的圣经所以呢，还是认为讲政府无有错，所以呢，继续的来没收所以这个拍输官，长老教会这个官司拍输了这个政府继续没收这个现金甚至嘛伫这个一直到1974年就是过20年以后，这个代志也继续在做所以这国语推行委员会从1945到1975这差不多1985差不多40年左右对这个台湾这个最地方的语言造成真大的这个流失甲无去，所以造成后一代这个讲台语断层，无啥会晓讲所以这也是咱即马的困难，所以咱通过这个台语的共读，会当来看这罗马字读圣经才会当来继续知影讲过去这是咱过去的先人所使用的语言，那么应该爱好好甲伊保存。今日这段的圣经2章14、19、26节讲保罗爱提摩太用真理来爱教导会众而且禁止言语的争辩这个言语争辩不是讲大家拢点卖讲话，伊是有特定的范围。然后16、19、18讲爱提摩太爱离开这个异端的言论，就是不要跟他争辩，不要看到那个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你就要去找伊甲伊争论因为这是无效果的。19、19、21讲异端伊检测会有一寡人，但是若是上帝所立定的这信徒也是教会就袂摇动因为这是要做贵重的器具不是凊彩就拍垃圾。22、19、26节劝勉提摩太就要离开这个歹代歹人歹事，甚至还佫用正面的温柔吞忍忍耐来劝勉来将这个抵挡的人，互伊有机会来听到福音真理，来得到救。中间有一寡词伫第2章的14节唔通伫言辞来争辩为着言辞来争辩这个争辩呢这个言辞不是讲咱一般讲圣经的真理，是讲有一些假借神学议题做无利益的辩论目的是要来垫家己的口才垫家己的牛这就亲像使徒行传20章保罗去到伫雅典的所在伫遐有足侪伊比鸠鲁苏格拉底的学生伫迄个所在伫遐来辩论因伫迄个亚略巴谷的山上规工因就伫遐咧找一寡代志来辩所以逐项拢会当来辩嘛无真正要有啥物答案，只是用大家通过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咱会当伫遐讲规步讲规工表示讲伊巴肚足有物件伊头壳底足侪
才来知识的。但是呢，却无一个答案，没有一个清楚的明白是非哦。所以这嘛是神学的假议题，就是不是确信只是一连串的提出无意的问题。像这种这种代志呢，圣经上帝话已经白纸黑字写遮清楚，但是佫需要去做遮无意义的辩论，是在浪费时间、浪费性命。所以保罗才讲，唔通用这种的参与这种言辞的争辩，然后爱照正义来分解正确解说真理的道。正义分解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开一条直直的路，从上帝话来开路，互人会当通过这条路去到伫上帝遐，来去到伫上帝施恩宝座前。所以唯独圣经，唔是通过其他的人的功劳，唔是通过其他的遮救赎，是通过上帝伊的话，道成肉体，就是耶稣基督，互咱会当到伫上帝面前。所以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就是沿着正确的路线来阐述真理的话语。所以这句话，伊的原文真水就是讲咱咧明白他上帝话，是要沿着正确的路线，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断章取义不要灵意解经不要私解圣经用家己的意思来解说就是爱有一个正确的路线。这路线呢，就是对旧约到伫新约，对上帝创造到上耶稣的拯救到信心的证实，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到耶稣基督的因信成圣，到这个五旬节教会时代的因信得荣，就是有一条路线，来看上帝的话然后讲到这苏米奈甲腓利多。特别许米乃台语翻做苏米乃伊已经向赶出教会，为什么呢？伫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20节，迄个所在就讲到伊甲亚历山大，因呢伫信仰的顶端已经弃杀因的良心，伫信仰的顶端已经沉船啊，船已经沉落去啊，触礁沉沦所以甚至保罗讲已经将因交互撒旦，互因袂当阁谤读上帝，交互撒旦就甲当做外人，赶出教会。但是呢，对提摩太前书这个名出现，到后书这个名阁出现这个中间同无嘛是有4年到5年的时间，表示讲这人已经离开教会，但是伊的教导明仔载咱嘛会看到，甚至因安怎样。佮转来到伫教会，去到人的厝内底，安尼高甜佮继续咧引诱人这原来是真亲像好神共款回不去安尼。因的教导是啥物呢？因的教导是咧讲国外的代志已经过去已经无意思是讲迄个身躯的国外，迄是国外，迄是耶稣国外但是呢。现在的这基督徒是浸伫水内底水里时阵呢，迄个灵命伊就已经灵性就过外，所以嘛无需要将来肉体过外。但是哥林多前书15章，咱当去看，遐写着咱身躯安怎样毁坏，咱的灵命安怎样更新，总是耶稣安怎样成做一个新的体，一个国外的形体，咱嘛要得到这种国外的形体包括身体，所以这种的苏米奈这种异端的言论，应该拢是受到迄当时诺斯底主义二元论，就是看得见看不见，精神和物质这两种而且对照，所以就有这二元论的影响，所以就要追求迄个看袂到，迄个看会到拢是做拢是败坏，但是耶稣过外时阵，伊是真正的形体过外。伊个过完了后，伫地上甲遮个学生做伙生活做伙生活40天，才受接上天所以包括耶稣安怎出现，安怎甲因做伙掠鱼，
安怎样烘鱼啊，煎鱼啊，互因食，佮叫即个刀马伸手去甲伊摸，伊手的迄个伤痕，才会是耶稣伫国外形体啊。然后伫遮有讲到上帝地基是坚固袂摇动，顶悬有刻字讲有一个印记。迄个上帝地基也是上帝厝，是古早人伫厝也是地基顶悬会刻即个主人的记号，也是讲即个建筑物，伊是做啥物厝，做啥物路用。所以对即只开始呢，就是咧讲上帝所起造的一群人，也是即间厝。所以咱看着安尼，就知影后壁咧讲的迄个大间的厝，毋是指咱家己厝内底大好野人的厝。是指即个教会就是上帝大金厝，厝内有金银、有茶甲肥，才会器具啊。但是呢，重点是爱做清洁的器具，合伫主内因圣化互主人因。所以即个合乎主用，就是爱圣化，就是爱经过即个上帝真理的洗清，安尼才是对主人有路用，互主人容易来使用啊，所以咱看到这个保罗，伊的文字啊、才情啊、口才啊、头脑啊，啥物拢足好诶。但是呢，当伊无明白真理的时阵，伊是一个无清气的器具，它是一个不自洁的因为伊内底拢堆着一寡困着基督徒迫害耶稣，一直到上帝对伊讲话，互伊目睭青眉，用根甲伊照。然后叫人来甲伊祈祷还手，伊才渐渐来清气伊的良心，伊迄个沉沦，再个补起来，才当互上帝来使用啊。然后保罗阁甲提摩太讲，就毋通就要脱离少年人的即个情欲，相比少年人的情欲，就要甲遮个清气的心，求叫做人做伙来追求啊，清心祷告主的人。这个清心的意思就是照着清洁的心，清气的心。所以现在咱看到很多和合本的翻译因为时间年代久远，而且现代的圣经的翻译，它愈来愈准愈来愈意思愈来愈明白。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能够只有看和合本，袂使只有看这个一种的版本的圣经。好，咱看今日这段的经节。对14、19、26、23的重点，不要在言辞上争辩，不要像少年人意气用事，主的仆人不可争吵。所以这3个重点，就是为什么唔通争辩？因为争辩即个呼话听的人，在因所谈论的，拢会当成为腐蚀肌肉的毒疮毒疮，就是亲像癌同款亲像歹物同款。这个毋是符合人的心，甚至互教会生瘤生癌炭甲内底拢是，所以拄着这无意义的争辩，就是互人离开上帝，佮离开真理。那是这个争辩不是为了上帝的道，毋是为了圣经的真理伫遐咧争辩其他的争辩呢，其实是互人腐化，互人受伤害，来离开上帝。因为这个歪理呢，就是讲耶稣袂过活，这就袂耶稣过活，咱人袂过活，所以这拢无符合圣经呢，就毋通去受到影响。因为上帝所起的厝，也是所坚固的地基，是袂摇动。伫这个基础顶头有刻字2字一字是写主认得属伊的人，佮另外刻一字自称属主的人，求叫主的名的人，拢着离开不义这2句话呢，拢是对民数记的第16章遐所应用出来。民数记16章咱有时间等去看，就是摩西伫旷野受到这个伊家己宗族的可拉党甲大丹因的这个反对，这嘛是利未人。总是呢，摩西就伫迄个所在，来劝勉，最后甲伊分别出来，要对阮听上帝，行遮，要对因呢徛迄边，结果就分出来了后呢，
就出一个空喙，将这个背叛这个人拢甲伊吞食落去啊。所以主来知影什么人属伊，那这个求叫主的名的人，拢就离开不义啊。因为德拉大丹因就是想要来出名，因就是想要来抢权，因就是想要讲不服这个摩西的带领。为什么上帝要用你无用阮嘛是利未人？所以等等这个，互咱伫根处上的争辩，毋是为着真理。有时阵伫教会内面，一寡冤家啦、烧灭的代志，咱嘛爱毋通含伫争辩内面，就爱知影用真理来回答。若袂当处理，就爱去找见证人。像进前所分享的马太福音18章，若见证人佫无法度处理，就爱来找教会。教会佫处理袂了，爱有做一个决议，就是是非对错，爱真清楚明白，毋通佫继续弯落去、插落去，毋通佫将即个毒疮、将即个肉瘤囥伫迄个所在，继续互伊烂。一定爱开刀、爱手术、爱努力。然后第二个，毋通亲像少年人，才情欲，相比少年人的情欲，现代中文犯罪不要像少年人意气用事。这个少年人不是指13岁的这个少年啊，是指40岁以下的，才有是40岁以下的。因为讲你不要像少年人，就是讲你包括提摩太即马30通岁、30几岁，这个少年人，伫40岁以下，都是保罗所讲的这个少年所以40岁以下，中国这个古早人讲40不惑，所以40岁伊才会当不惑，就是讲伊对任何的事拢会当有清楚的了解。少年人就是容易含伫在意气用事。然后就在邪恶事情，还是伫愚拙无知的辩论，这辩论拢会引起这争吵，所以就爱自洁，就是爱自我洁净，然后呢爱真做互上帝所用的器具，才会当来做达用的好事啊。所以咱伫处理问题，还是咧处理这争辩争论的时阵，嘛爱知影这个目的，是爱有水甲好的见证。常常咱会伫外口讲到教会内底的事的时，咱嘛爱小考虑咱是伫什么环境，在坐火车还是坐公车，讲教会的好代志，就算啦。讲教会内面的这歹代志，佫讲甲规车的人拢有听的时阵，安尼这就是去做一个真无好的这个宣替教会的这个广告袂输这个教会拢全问题。事实上，教会嘛无可能拢完全无问题，因为只要有人就会有问题。但是咱要讲到教会的人，讲到教会的事，拢爱真认真细腻，毋通伫台顶，还是伫车顶，还是伫餐厅，伫路中，就讲甲大细声去，安尼是咧互主的名受侮辱。第三，就是这就爱佫讲就爱追求纯洁，甲祈求主帮助人来追求这4项就是公义、信用、仁爱甲和平。这4件的事是爱去追求的，然后爱去脱离的。咱讲咧防守甲进攻，最后毋通相争毋通不可争吵，毋通冤家因为呢，冤家呢，就是甲敌对的人，甲叫魔鬼掠去的人，有呢陷落伫魔鬼罗网中间的人呢，就是甲因做伙，颠倒安怎样呢？和气待人，殷勤善导，处处忍耐，温柔规劝。要以善来胜恶，用温柔来挽回。因为咱用这个好事好行，会当来帮助这的人。检测上帝，互因有悔改机会，互因明白真理，然后因随望互魔鬼掠去，因嘛会醒悟起来。随望因陷落伫罗网的中间，犹原会当挣脱出来。所以这是有可能的，用善来胜恶，以德来报怨。所以咱伫得救的事上，
唔通想讲啊，多懂一些就得救，多做一些，多捐一些，多传一些，多受苦一些。啊，这辩论呢是没有利益，咱爱用的是真理。上帝主又刻伊的名，所以主认你家己的人就爱离开不义，然后伫上帝大金厝就爱最清气的器具，是尊贵的贵重的器皿。然后咱嘛爱有属灵的谈判，就是会当帮助咱和相比少年人的情欲，然后会当甲做伙清气的新基督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甲和平。今日今集讲到唔通争辩，就是爱争辩互古话听的人，互人离开真理。就爱相比少年人的需要，伫教会中间有特种的人，但是上帝使用的是清洁，脱离邪恶的器具，这器具，然后嘛爱甲做伙用清洁的心基督的人来追求公义，最后到底和平。所以不是先和平再公义，是先公义，最后才有和平。做萝卜嘛唔通争辩，无底的辩论爱气煞，用温柔来挽回受掠的心，祈求上帝，互伊当回心转意啊！今日的经句，就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讲解真理的话，就尽力做，通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并正确解说真理的道。Do your best to present yourself to God as one approved, a worker who does not need to be ashamed and who 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 愿上帝使用咱拢做一个无见效的工人，正确来解说上帝的真理。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同过早起时的时间，阮当来听上帝的话。买当来思想上帝你的教导，也当通过信心的帮助，互阮会当拍开阮的心窍，互阮知影上帝你的真道甲真理，互阮行好来去杀遮的歹个，也特别互阮无限落伫无底的辩论，互阮所讲所做一切拢是用疼心来讲实话，也是来先追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来追求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的神甲快乐甲话充满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上，特别阮身躯的亚身软弱，也求主加添快乐，耶稣基督的保护也掠查阮，互阮无入地市，互阮伫今日会当靠主的名来得胜，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感谢大家，感谢服侍同工，大家平安，平安，拜拜。平安，多谢老师。我说谢谢，平安，平安，拜拜，平安。